中广客家电台是国内老字号的客家频道，常常让客家人在空中彼此交流、交换心得。信县自然发牌节目，由俺 Alice 彤彤、Arthur 胖胖共同制作主持，分享书堂。轻松气氛，幽默对话，客家节目新鲜生活派，陪同上班族开车回家。哎呦，两位传统，这位传统，哎呦，难得讲啊，不用加给嘛啦，可能啊，好呀，有的人嘛，前一年还在打麻将呢。打麻将哦，打麻将冇想过啦，我让切下重要啦。来参演嘅可能根本一年全部唔知我会发生嘛事情，所以有新闻差不多10分钟啊。今天重要的新闻啊，过来呢，这位心情故事，因为大家工作很繁忙，压力很大的时候，所以讲的心情底部的故事啊。现场口音是听众和主持人空中的桥梁，彼此之间不但没有距离，甚至还成为好朋友。安尼嘟嘟办到两位来嘅嘛吼，吼。安尼乔迁咩？应该是安尼抢相亲啊！哦，相亲就炒米粉啊，装个韩半烟啊，安尼装安尼客家菜包吼，带点了。想听客家歌，想吃客家事吗？只要转开收音机，频率调到客家频道，将带你一同进入客家人的空中世界。民视新闻何乃强、陈小青台北报道。中坜市有一位60多岁的老人邹进福，20多年前跟脚底按摩创办人吴神父学了按摩技术。邹进福说，40岁才开始学按摩，但是他学得特别的用心。在稚嫩的小脚丫上轻轻按摩，舒畅穴道。邹进福说，可以帮助小婴儿头好壮壮。原本担任传教士的他，20年前在教堂认识吴神父后，开始学脚底按摩。我们从事在脚底按摩以前，就吴神父在那好朋友。这个好嘅时间可能他有了1-2年哈。这个磨练哈，磨练了学会来以后呢，这服务到呢还有超过20年。邹进福说，只要按摩脚底，就能知道身体健不健康。名都是提讲，人家香港身体有问题，人家身上有问题，还人家心脏有问题，那冇健康有问题，所以他就提。40几岁才开始学，会不会很辛苦？邹进福说，只要有心肯努力学，永远不会嫌太迟。就如同客家大佬钟兆正的题字，发挥客家人的应景精神。民视新闻何乃强、陈小青桃园报道。高雄市有将近30万的客家人，想要了解当地客家文化，绝不能错过高雄市客家文物馆。三合院的建筑形式融合了客家和闽南文化，就像出外打拼的高雄市客家人展现了族群融合的包容性格。这里是高雄客家人追思祖先文化的重镇，里面的照片留下了各地客家老宅院的珍贵记录。就连远从中北部来的客家乡亲，一看到里头丰富的收藏，就觉得很亲切。哎，特别啲像啲上台嘅全部係嘅東西啊，面裝住啊。因为高雄市客家文物馆对面就是爱河，每个月总是会吸引上万名游客来此一游，也因此给了主事者发展观光的构想。现在政府呢正在那种嘅规划作为那种嘅观光的基点，以客家文物馆做一个中心。对面有个爱河，然后对面要做一个渡船站，就是那种嘅一般的游览客。我哋會參觀以後，可以坐船入愛河。未來的高雄市客家文物館將不只是傳承文化的據點，也是觀光的重鎮。民視新聞黃美惠、鄧生田高雄報道。